来看总统府的消息，总统蔡英文早起10点接见美国前国务卿庞培欧，也毋过都拄到失电。虽然讲总统府的这个送电无受到影响，不过本来规划网络直播煞临时取消。针对这个停电失电的事故造成民众的不便，总统府嘛表示歉意。啊，伫两个人会晤的过程中，蔡总统表示讲，希望会使加强台美的经贸关系。 美国前国务卿庞培欧的车队前往总统府的路啊，拄到停电，无交通标志，敢会使透过警方指挥。伫车队到进前测试无障碍升降平台，上尾也无用到。伫前一天到台湾的庞培欧，一透早就到总统府。蔡总统接见这位台湾的好朋友，和庞培欧得奖台授奖身份章，表扬伊长期对台美关系军备和互动战术提升的贡献。在去年台美TIFA会议复谈之后，我们也期待 透过现有的机制，加强台美在各领域的合作，并且早日启动双边贸易协定的协商进程，让台美经贸关系可以更紧密。庞培欧强调，美国一直和台湾徛做伙。If any of us were mistaken or complacent about the risk to that freedom, I think we need only watch what's taking place in Europe today to see that this continues to demand deep, concerted, focused leadership from those of us who cherish freedom. 庞培欧这位台湾的超级好朋友，这摆来台湾的用意已经写伫伊的最暗顶悬。原本规划网络直播嘛临时取消，对停电的事故造成民众的无方便，总统府嘛真实嘞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